大家好啊，歡迎收睇 LUA Channel 會長的話節目，我係保協會長 Teresa。本港虛擬保險公司踏入第6個年頭，近日首次披露財務報表，相信唔少朋友都同我一樣，想知道經過咁多年嘅發展，市場對虛擬保險嘅需求係點？佢哋嘅服務又對傳統保險代理人模式帶嚟啲乜嘢影響？根據本港傳媒整合嘅資料，4間本地虛擬保險公司喺2024年合計稅前嘅虧損都超越咗2.8億元。雖然虧損較去年係收窄咗大概14%，但係距離收支平衡仍然都係有一段嘅距離，同傳統保險公司嘅表現形成咗一個嘅對比。不過，如果撇除所有營運成本同埋業外損益，單以保險服務收入計算，每一間虛擬保險公司都突破2億港元，反映虛擬保險喺拓展業務規模上的確係有佢嘅進展。如果與傳統嘅代理人服務相比，虛擬保險嘅零代理直銷模式，着重以數碼平台、簡約流程同埋低門檻嘅產品吸引客戶。然而，對唔少市民嚟講，佢哋嘅保險需求早已經超越純粹係價格考量同埋流程便利。保險代理人除咗向客戶推薦方案以外，更加往往擔任客戶嘅財務策劃師，喺佢哋嘅財務規劃、保障以至家族傳承方面提供專業嘅建議。喺當今理財需求日趨複雜嘅環境以下，唔少消費者更加傾向去尋找一位值得信賴、經驗豐富嘅顧問作長遠嘅規劃，而唔係單純依靠網上平台選購標準化嘅產品。而事實上，每個人嘅保障同埋財富目標唔同，喺每個人生階段更加可能有唔同嘅需要。保險代理人唔單止要了解客戶嘅期望同埋需要，更加要因應客戶人生唔同嘅階段，幫助佢哋靈活調整保障方案，協助策劃退休、子女教育或者資產傳承等等重要嘅人生目標。呢種度身訂造嘅專業服務，無疑係傳統保險目前嚟講係較為有佢嘅優勢。不過，儘管傳統代理人嘅模式喺人性化服務同埋專業諮詢方面確實具備優勢，但係呢個絕對唔係同業安於現狀嘅理由。面對日益多元化、複雜化嘅理財需求，以及科技帶嚟嘅競爭挑戰，我哋更加需要時刻嚟到去謹記以客為本嘅初心，持續提升專業知識，優化服務質素。唯有喺呢個固有優勢嘅基礎上精益求精，先至能夠喺呢個科技與人性並存嘅時代，繼續成為客戶信賴嘅夥伴，創造更深遠嘅價值。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如果大家想獲得更多嘅資訊，記得關注 LUA Channel 保協頻道，我哋將會有更多行業最新嘅消息同埋資訊分享俾大家。